原来那个哦，那么多卡车是有载稻谷的啊，还有你看哦，折叠的嘞，哦，折叠的后盖啊，然后放下去就过场了，你看它可以让那个稻谷收割机爬上去，很厉害了啊，长一点可以，坡度不会那么陡。哦，你看，爬上去了，稻谷收割机爬上卡车了，很厉害啊！神教是不是也用类似这种方式的卡车在载呢？你看，然后有装稻谷的，哦，有那么多卡车的，还两组呢，你看再走，卡车载稻谷的，这一卡车而已哦，这几分土地了，一辆卡车的稻谷大概一辆卡车的量而已。